我若像无出路，搁要向前冲。时间若像飘撇的风，任甲伊的世界走走。外口有足多方法甲咱答，却无人提供答案。生命若水温又无味，曲线在流去倒位？体验伊确实存在咱的身躯，却不知伊在倒位。因讲着安尼行，因讲着安尼想，因讲着安尼讲，因讲着听我的。啊，啥物才是智慧？啊，水行啥时才会跳出高志？外口有足多方法甲咱答，却无人提供答案。生命若水温又无味，曲线在流去倒位？体验伊确实存在咱的身躯，却不知伊在倒位。世界的问题就是找无答案，人生路的重担，咱是找无答案。因讲着安尼行，因讲着安尼想，因讲着安尼讲，因拢讲听我的。啊，啥物才是真理？为啥物犹原要是讲啊遐好听？因来找啥物啦？找无头路。